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我是蔡小军。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响应2023全国古迹日年度主题 Living Heritage，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就邀请到基隆市、台北市及桃园市政府文化局共同出席记者会，以铁道矿业为主题的味觉旅行文资故事盒，让大众从生活中亲近认识文化资产。布袋戏老艺师许真宗现场来了一段布袋戏演出，介绍即将登场的跨域跨艺新北文资走读任意门系列活动。新北市文化局张嘉玉局长表示，今年串联新北市5条美学廊带，邀民众走访新北市10个行政区13条文资走读路径，举办20场实体的走读活动，让民众从建筑美学领略古迹之美。其中5场走读将结合传统工艺手作，体验在地传艺的文化厚度。新北市主要是结合了5大美学廊带，然后横跨了10个行政区域，然后规划了13条的一个走读路线。那即将会推出20场的一个走读活动。那其中有5场呢，更会结合在地的传统艺术，让民众在体验走读的活动之时呢，也可以体验我们的传统艺术之美。新北市文化局今年首度推出基北北桃铁道矿业路径味觉旅行文资故事盒，以铁道矿业为主题，3款故事盒一次体验4个市的12处文资景点。张嘉玉局长表示，新北市、基隆市以八斗子平溪线发展出山海矿坑路径，新北市、台北市以消失的万新铁路延伸出市郊矿路路径，贯穿万华到新店的4个景点。新北市桃园市以三峡大溪老街场景设计茶香矿味路径，一探过去产业商贸集散中心的荣光。每打开一个文资故事盒，就像挖矿一样，透过品尝小点心以及故事碎片，层层探索，品味文资景点的小人物大历史。那今年呢，非常感谢基隆、台北、桃园3市的合作，然后我们以铁道跟矿业为主题，设计了一个文资故事盒，然后规划了3条跨县市的一个文资走读路线，那希望呢鼓励朋友们一起来走看看。那其中也有在地商家的一个优惠券。那我们希望呢在文资走读的一个同时，可以了解更多的一个古迹历史文化，同时也能够促进在地的一个经济跟观光。味觉旅行文资故事盒呈现12处文资景点专属滋味，并媒合老字号的新北好礼特色店家，模拟符合煤矿意象制作竹炭牛轧糖、竹炭花生等，让民众遥想当年矿工点滴。此外，盒内还附有在地商家的优惠券，让大家走访景点了解历史文化外，还能够带动在地观光和发展。欢迎大家来实地走访。记者赵世渊新北采访报道。另外，新北市政府也积极推动捷运3环6线，其中捷运3一线首列车已经在8月11号运抵台湾，进驻三峡机场。新北市长侯友宜特别前往了解，也正是让万里蓝天、悠游峡谷的3英列车造型亮相，朝114年完工目标再迈进一大步。请揭幕3一线首列车幸福抵家，感谢市长及各位贵宾的参与。揭幕仪式。新北市长侯友宜8月30号上午来到位在三甲永大桥旁的捷运3英线列车机场视察，并且表示捷运3英线全线共配置29列列车，由意大利设计、日本制造。首列车顺利于8月10号抵达台北港，再借由陆运运抵三峡机场，完成车厢连挂作业，接续安装列车电靴、车身贴膜、灭火器和吊环等工作。我们列车捷运3英线的列车是经过实体跟网络票选，有10万的市民来投票，选出了我们晴空万里蓝天跟悠游峡谷的外观。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列车的部分。那除此之外，我们的列车跟环状线之不同，主要在我们的车间走道是增加了环状线列车的宽度1半以上，达到110公分。此外，我们车内车外都
LED 灯，可以节能减碳。最重要，我们首创全国大概捷运的车头有这个摄影机监视的摄影机，当我们碰到障碍物的时候，可以及时传输影像到行控中心来迅速处置。新北市捷运局说明，三鶯线每列列车由2节车厢组成，共有50个座位，可以搭载330名乘客。为了提升列车的舒适度及安全性，三鶯线列车设计纳入环状线列车的优点，并且加以精进，像是2节车厢连接处左道宽度由76公分增为110公分，让乘客通行更便利。全车采 LED 灯具照明更节能，车头所创 CCTV 监控摄影机，若遭遇障碍物，能及时将影像回传至行控中心，以掌握车辆状况，确保乘客安全，提供市民朋友们便捷的经济捷运系统。接着我们在今年的11月开始，陆陆续续每个月会以2台的速度来运抵这个三峡机场，到明年的9月可以全数运抵。除此之外，我们的高架段在今年12月29号预计可以合龙，代表我们朝向114年完工的目标是迈进了一大步。那除此之外，我们在这个三鶯线列车测试妥善之后，我们市民从搭乘三鶯线到台北地区的运输时间大概可以节省20分钟以上。新北市捷运局进一步说明，捷运三鶯线截至7月底计划进度已经达到70%，机场主变电站、主维修厂、行控中心及驻车场持续施作当中，各车站结构及机房亦将陆续完成，持续朝向114年完工的目标努力。三鶯捷运站全长14.29公里，设置12座车站、1座机场，起点 LB01站与捷运板南线顶埔站公构衔接，路线横跨土城区、三峡区及莺歌区，未来将延伸桃园八德，并衔接桃园绿线与机场捷运及板南线，形成3环6线中的第3环，扩大转乘路往外，更建构北北基桃捷运生活圈。记者李根基新北采访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高雄小港龙湖庙，拥有228年的历史，每逢中元普渡都会打造一座高达5.2公尺的纸糊大士爷。普渡仪式全程遵循百年古法，今年更申请无形文化资产审查，希望能够将珍贵的龙湖庙大士爷文化继续代代相传。拥有228年历史的小港龙湖庙，每逢1年1度的中元节，龙湖庙都会举办普渡宫大士爷祭典，庙方更会打造全台最大5.2公尺高的纸糊大士爷。今年更是疫情后睽违2年，再次恢复盛大的祭祀场面。从1795年就在小港地区的龙湖庙是在地的生活信仰中心，前来祭祀以及参拜的人潮没有停过，足见在地方的重要性。政界人士也前来共襄盛举。那也很感谢了他庙方盛大的举办这样的活动，来保佑大家的一个平安。那我们也期待了未来市政府这边文化局能够把它作为一个这个文化资产的部分来作为一个记载跟保留哈。我相信在南台湾哈，这应该是最盛大也是最具有纪念性的一个大士爷的一个展出了哈，跟一个祭祀。那我们也希望它成为大家每年这个中元普渡的时候一个经典的一个活动。那也希望更多人来参与，然后让所有的百姓、所有的乡亲们都身体健康，一切平安。普渡祭典流程繁复，并且遵循百年古法进行。尤其身为全台极少数主祀普渡宫大士爷的龙湖庙，从历史与宗教角度而言，都属于非常珍贵的民俗文化。因此，庙方也正在积极争取通过今年的无形文化资产认证。文化如果没有一个适当的传承，如果没有一个适当的一个记载，有完整的记录，这样子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大家就不晓得我们到底是在拜什么样的庙。其实我们龙湖庙的大士爷的这个祭典，跟我们基隆的老大公庙的这个历史，还有在嘉义民雄的大士爷，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文化的传承，所以才想要把这样的一个资讯把它整理起来，透过高雄市文化局的这样的一个申请的一个方式来申请，依照
文化资产保存法申请无形文化资产的认证。来到活动最高潮，也就是中元节的晚上10点，恭送大士爷，祭典也算告一段落。现场民众诚心祈求来年顺利，等待明年再度迎接这场100年古法庆典。记者周福庆、吴家伟、李凡飞高雄报道。接下来我带你来看基隆中元祭的重头戏放水灯游行，农历7月14号晚间在望海巷举行。副市长邱佩玲出席活动，各式宗亲会将水灯头推向大海，吸引了满满的围观民众。绚丽烟火划破夜晚星空。基隆中元祭29日晚间11点，在基隆望海巷举行重头戏，释放水灯头。各中心会水灯头依序点燃，救难人员一个一个推向大海。民间相信火烧得越旺，运势就会越好，也象征带走民众对好兄弟的恭敬之意。非常感动，我们寄了邀请函给所有海上的好兄弟们，希望明天一起来基隆共享盛宴。很谢谢所有合作伙伴们，还有帮忙的同事们。台风要来的，我们都很紧张，没有想到风调雨顺，老大公跟好兄弟有在保佑基隆。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基隆市消防局救难大队出动大批人员协助中亲会释放水灯头，务必做到安全第一。机员出动了救生艇4艘，然后义消还有警消人员大概30多名。那在协行的救难协会也看到也来了30几位那我们还配备了一个遥控式的一个救生衣然后来现场做整个安全的一个警戒的一个作为。那其实，在现场按望海巷的部分，其实它的流其实都非常的诡谲。那因为外围台风的影响，所以它的浪会逐渐的一波一波的过来。现场现在看风平浪静，而且是属于退潮的状态，那是非常利于放水灯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些突如其来的浪况，然后还有流的方向都是我们现场警戒必须要注意的。现在的浪差不多5级左右，是算起来是蛮安全的啦。就是说等一下下去的时候，还是要有安全的装备，然后才能够更安全的让他们回来。这样，一年一度的放水灯仪式，通常在中元普渡之前举行。基隆中元祭放水灯已经传承169年，传统庆典也成了最具文化魅力的代表之一。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台北市大同区老师里响应精致减量，并让普渡艺术化，每年都会制作不同主题的纸艺。今年别具创意，用回收的瓦楞纸制作高近2米的7层浮图，搭配元宵灯笼回收的 LED 灯，兼具环保与普渡祈福的心意。将近2米高的7层浮图，在普渡法会现场看起来气派又隆重。大同区老师里每年都会发挥创意，制作普渡用的折纸贡品。今年特别用回收瓦楞纸制作7层浮图，搭配元宵灯笼回收的 LED 灯，白天夜晚都别具特色。普渡的时候，我们都会绞尽心思来做这个普渡的活动。那因为这个台语说这个古类不读，新类不识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很传统的来做这些折纸。那当时我们想象说，我们如果折纸用传统的折纸的话，每一样东西，每一样这些折纸的作品，可能都要上万片的这个作品。那如果要场子好看的话，那这个至少要可能20个作品，那就要20万张。但我们在想说，那应该要环保一下，所以说我们透过这个所谓的瓦楞纸再回收，就是一般的这些家电的包装再回收，然后我们呢用巧思，像今年我们用这个。我们说做了这个7层浮图，就是说这个7层的这些宝塔，它用这个方式来呈现。因为我们每次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实际上我们都大概1个半月到2个月左右就把它完成了。那实际上我们完成了到今天普渡，我们都有大概1个月的时间就展示在我们礼拜。那我们晚上呢，其实我们就配合灯光计划，我们就会把那些以往正品的 LED 灯把它拆卸下来，再回收再利用，然后把它摆在礼拜。所以晚上过去的里面实际上都有这样的调理。
那实际上是还蛮好玩的。法会现场还特别用布幔装饰，再加上108朵彩色莲花，华丽又不失庄严。7层浮图周围还装饰了折纸莲花和金元宝，都是用少量的金纸，却可以摆出满满整桌。里长说，普渡是重要的民间信仰习俗，希望在兼顾法会的隆重之下，也能够响应金纸减量。像我们这个礼办在办的这些活动这么大场，那实际上呢，它莲花至少就是有这个佛教的这个基数，至少就是说1080朵。那比如讲，我举例1080朵，它莲花跟莲花座这样加起来，然后呢，我们现在现场看到的，实际上它只有108朵莲花，扣除底座没算，所以只有剩5%。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的折纸量是一般这么样大场的这个普渡会场，我们大概减量95%的这些折纸量，所以对环保是有帮助。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做民主习俗，我们敬鬼神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来做到环保。从龙船、花鸟柱、金字亭到7层浮图，老师里让普渡除了庄严诚意之外，更增添艺术气息，也让里民期待每年都可以举办出不一样的普渡法会。记者林习慧台北报道。台南2023年议长杯高中职热门音乐大赛目前热闹登场，由8支晋级的队伍尽情展演，以音乐挥洒青春。台南市文化局长谢世渊、市议员蔡宗豪都到场为参加决赛的队伍加油打气。学生在台上热情开唱，歌曲风格非常多元。这是由台南市议会主办，中华民国青年音乐研习协会、台南市议员蔡宗豪服务处协办的议长杯高中职热门音乐大赛。回应不同时代的需求，那我们希望今天这样的活动其实也是如此的，提供给我们许多的同学，那透过音乐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议员蔡宗豪特别支持，全程在台下观赏。他表示，这场活动是给学生累积表演经验的舞台，除了用比赛机制给优秀的学生鼓励，更希望可以让台南玩音乐的好朋友们有更好的环境。其实像我从高中就开始玩乐团，那其实真的玩乐团的音乐人都蛮辛苦的，就是你在还没有红之前，你其实真的都要靠自己。那像我以前都买2手的效果器，直到今年才买一个新的，就是他们的这个过程，我觉得真的需要大家给他们更多的舞台之外，要给他们更多的资源。参赛的队伍都是通过评审的决选，同时还要准备2首歌曲参赛，实力非常坚强。学生们表示，在暑假期间用音乐交流，让他们发挥自己的专长，很有意义。希望这个活动未来能一年一年的办下去。记者盛怀台南报道。由安平一间职人烧肉餐厅发起，结合美妆博物馆，共同用美来传递爱心公益，邀请到瑞富益智中心的师生们一起来体验一日店长用美丽彩妆与走秀，让院生充满自信与快乐，而美食也能让师生充满幸福感。瑞富益智中心为了让院生融入社会，参与社区的活动，日前接受美妆与美食业者的邀请，体验一日彩妆师与一日厨师的活动。上午先安排参观台湾美研院美妆博物馆，由彩妆师亲自示范，并教导院生用彩妆品来彩妆。看到这群院生有男有女，每位都画得兴高采烈。咖啡色跟粉红色混在一起，那颜色的这个腮红颜色会比较接近男生适合用的颜色哦。有不一样，变得更帅了，有吗？紧接着换上漂亮的礼服与西装走秀，让每位院生感受到自信与欢乐。因为
我们今天的青年大概30几位，那他们平常其实比较少机会可以来，就是体验自己来化妆，然后通常都是有活动，然后他们才会被人家化妆。那所以这个机会比较少，对他们来说是很兴奋的。我看很多青年就是很开心的在涂涂抹抹，然后他们就是我觉得是丰富了他们的生活，然后吃烧肉也是人人都很喜欢，所以就是大家都很期待可以今天来参与这样的机会。那很感谢这2位公司今天的提供。这样，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用美传递爱，所以我们邂逅了2个主题，一个是岛河的美食，所以是以一日厨师。那我们美帅这边是彩妆，彩妆本来就是让大家可以变美或变得更美，所以我们是一日彩妆师。那色彩是不需要任何的沟通语言就可以让大家心情变得更好。那今天看到瑞富的这些大朋友们在我们这里，他们第一次接触，亲自把自己上妆、上腮红、上口红，他们非常的开心。除了有美妆与礼服走秀，当然不能错过还有美食。这次由职人烧肉店负责人发起的爱心公益活动，同时也邀请院生一同体验一日店长，先介绍各国顶级的肉品，然后再来切片、烤肉，从实作到品尝，让师生享受幸福美味。我们美有代表很多事物嘛，那像我们有刚刚参观了美妆博物馆的美妆，那我们就是美食，我们就是把最好的食材，今天准备了5个国家的顶级和牛顶级的肉包括猪肉，那让这些瑞富一枝松线的小朋友都可以吃到最棒、最原始、最健康的肉，那让他们都可以就是吃完之后，觉得很幸福、很开心。然后也可以激发他们很多想象力，像今天一日厨师的体验的话，就让他们切了，他们这么以往都不会碰过的肉，就是我们最顶级的这个纽约客，让他们感受那个切肉的那个温度，然后甚至教他们怎么烤肉，烤出最好吃的味道。我觉得对他们的这个想法，我跟他们这个来讲，我就会激发出一些新的火花，说不定他们就有更多的创意，甚至会让他们的想象力更丰富这样子。虽然农历7夕刚过，不过在幸福浪漫的7月。与感恩的8月季节，借由美妆与美食业者的爱心公益，让整个活动更充满欢乐与自信。记者林根台南报道。高雄女中即将迈入100岁喽，特别在开学日当天发表了一首雄女100年创校主题曲。影片是由雄女在校师生以及校友们共同参与拍摄，就连主播沈春华及国际知名指挥家陈美安都有入镜。MV 呈现了学生时期及职场生活的样貌，串成雄女人永恒的回忆。记得我是一辈子的朋友。透过 MV 呈现出学生时期在校园中与同侪之间相处的种种欢笑，以及从学校毕业后出了社会的工作样貌。这首歌曲是高雄女中100年校庆的主题曲《一辈子的朋友》，就连主播沈春华以及国际知名指挥家陈美安也都有入镜。由雄女的校友以及师生们一起参与 MV 的拍摄与歌曲录制，学生们回忆起当天的拍摄情况，开心的笑容全写在脸上。虽然妆容花了，汗流浃背，但能在100年校庆的影片中进行演出，不论是歌手还是演员，都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宝贵经验。有一些是跑步，我们就然后就一直这样跑过去跑回来，然后其实当天很热，然后我们背都是汗的。就是化妆间的时候，他整个妆都已经掉光了。一开始因为那个录音的设备就是不太熟，然后它跟一般唱歌方式不太一样，所以一开始会有点小紧张。但是录到后面，因为时间就是一直拉长，所以就比较没有那么紧张。因为都是不认识的人，我们6个其实都不认识，然后就很担心画面会很不自然。但是就是大家人都很好，都是那种很外向的，所以我们就拍摄的时候就是真的在玩。我们是真的是在聊天的状态，然后导演在旁边拍，所以拍起来很自然。然后淑文学姐就是真的是在前面，然后跟我们分享一些她的经历，所以我们真的是在底下是很认真的在听，就像在上课的感觉，所以其实就跟平时差不多。虽然在拍摄前有了事前的规划，但实际进行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些出其不意的惊喜，像是打排球时不小心打到了参与拍摄的演员，也让画面更增添了许多真实感。非常有趣，在拍摄的现场，有时候呢本身是一个意外，就像那颗球有没有那个排球
打到人那件事情，本来是个意外，可是后来我们觉得，这可有趣，所以我们就保留了那样子的意外。总制片人以校友的身份主导这次的拍摄和录音制作。影片中的学生由熊女的在校生通过甄选后演出，而其中3个长大后的角色，他们选了3个类组的职业代表，而且也都是熊女的校友们。那里面3个角色啦，就是我们从1类组、2类组、3类组，我们有一种代表性的职业嘛。1类的话就是法官。2类组呢是台积电工程师，3类组是我们医师，这也都是我们毕业学姐。那我们同学演出的话，我们从那个公开征求之后，100位同学海选50位这个入境。高雄女中113年将创校100周年，特别选在开学日发表主题曲，贴近校园生活的画面以及动人的歌曲旋律，或许都让不少人心中泛起一丝涟漪，也让熊女人不禁回忆起校园时期的点点滴滴。记者郑光佩、庄淑婷高雄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就读桃园甜心国小10岁的许玉硕，2年前确诊骨癌就没有回到学校。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警察。在周大观文教基金会的牵线下，他到警察局当一日小警察。不仅穿上了制服圆梦，局长还送他一套制服跟乐高，期许他长大后成为真正的警察。目前10岁就读甜心国小的许玉硕，穿上警察制服，骑上警用重机，好开心。他2年前因脚痛就医后确诊骨癌，他坚信癌症不是绝症，撑过一连串手术跟化疗。因为梦想是当警察，因此在周大观基金会的牵线下，来到桃园市警局当一日小警察圆梦。局长更准备了一套制服跟乐高当礼物，期许他以后能成为真正的警察。今天很高兴我们许玉硕小朋友来现场，那他未来的梦想就是当一名警察，所以特别邀请他到我们警察局来，请他看看警察的各种状况，我们也鼓励他。当然，我们也相信这个玉硕绝对会在许妈妈还有学校甜心国小林校长、师生，还有周大观基金会全力的协助之下，他一定可以走出这个病痛，然后往他人生的梦想来圆梦。我们大家都积极的期待也鼓励他。玉硕妈妈当初知道孩子罹癌很伤心，但最辛苦的还是小朋友得承受化疗跟手术的痛苦。这阶段疗程即将结束，预计明年就能回到学校。他也感谢基金会跟警察局的关系。是小朋友罹癌的时候，其实就是很辛苦啦。然后我们也是很努力，对，就是小朋友比较辛苦。那他打化疗的过程当中，其实都很不舒服。然后，那好在是他很坚强啦，就是有大家的鼓励跟加油，然后他就会比较心情比较好一点，然后调试自己。那现在已经疗程快要结束了，那预计是明年可以去学校上课，对。那就是今天来参加这个周大观的基金会，那很感谢周爸爸，还有局长，还有学校的校长，都很帮忙，就是照顾玉硕这样子。周大观文教基金会长期协助癌症家庭，为了不让罹癌学生独自面对病魔，成立了抗癌圆梦助学基。26年来力挺1.3万学子抗癌，抗癌之路漫长且艰辛。创办人周进华也呼吁癌症家庭勇于求助，希望可能不太愿意跟社会来求助的所有的罹癌的父母们，罹癌的孩子们，我觉得你们都要懂得求助。那我们周大观基金会义不容辞，因为这一条是一整很漫长的一个抗癌过程，而且很需要各界资源的共襄盛举。而且所有罹癌的孩子都是一个承担，他替说1万个就3、4个来替其他的孩子来承担这个癌症的病苦，所以大家要共襄盛举，助他们一臂之力，让他们在罹癌的过程里面，在治癌的辛苦的过程里面，还能够有更多的勇气、更多的力量，去战胜这个癌魔，活出希望。
当天也邀请2015年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得主陈冠文现场演奏小提琴，他突破自闭症的困境，在音乐之路崭露头角，更获得多项音乐奖项。周敬华表示，这几年受到疫情冲击，周大观基金会的捐款大幅缩减，但仍有许多癌症家庭需要社会资源支持，也呼吁大家手记525爱心码捐款发票，帮助为生命搏斗的孩子们。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来自香港的钟先生和李小姐3年多前来台湾旅游，情定基隆和平岛公园，因此疫情一过，马上重回原地定终身，邀请到双方家长及亲友见证爱情故事。你愿意接受 Gabriel 成为你的人生伴侣，并承诺永远爱、尊重、接纳和保护他，愿意一同面对人生中所有的顺境和逆境吗？我愿意。新人许下浪漫誓言，来自香港的钟先生和李小姐情定基隆和平岛，在40多位亲友团的见证下，完成终身大事。彼此交换戒指，双方深深一吻。之所以特别从香港跨海来到台湾定终身，新人说，因为3年前他们来基隆旅游，意外被这里美景深深吸引。因为疫情隔了3年，决定重回和平岛见证爱情。我们几年前来，疫情前有来旅游，然后就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本来想要去就是基隆1天游，就是走完整个基隆，但是来到这边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美。我们觉得是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地方，还有我们觉得和平岛象征出这个自由还有和平的向往。我觉得我们香港人来这里的话，也是去感受这个海洋，还有这个台湾这里这个和平岛的那个历史和文化的那个背景。和平岛本来象征我们基隆历史的一个文化的传承，那这边有非常多的族群融合的故事，那在这边见证他们的爱情，那我想也同时也行销我们基隆的观光，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做一个见证。和平岛公园有得天独厚的海景及特殊的地质景观，无边际的海水泳池、天使向海步道，还可以眺望基隆屿。不少新人选在这里完婚。业者安排了专属的 SOHO Bar 小屋，提供新人专属的休息空间。可以看到我们后方我们这个除了有可以见证我们这个山海见证的爱情的我们的地质之外，其实我们还很棒，新人很爱就是我们的无边境泳池然后还有我们的天使向海步道，包括像地质公园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等雨亭，就是非常的浪漫基隆屿就在你的眼前，所以非常的多的一些好朋友来到这边。从他的一些他们的从互动开始，到彼此的一些欣赏，到最后情定终身，都是非常适合到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出席的亲友团和现场民众纷纷献上祝福。小两口透露，不止这里的山海美景吸引人，台湾的自由和和平都令人向往。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同样在基隆基隆有2大封街盛事，其中之一的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即将在9月16号展开。顶着炎热的天气，有一群充满创意与行动力、来自各社区的民众，在文化中心前广场搭建有爱与好运的梦想。基隆2大封街盛事之一的海洋老鹰嘉年华即将在9月16号展开。顶着炎热的天气，一群充满创意与行动力、来自各社区的民众，在文化中心前广场搭建梦想。今年我们就用基隆好运然后也结合有爱因为今年我们听说有那个身障的朋友们、视障的朋友都会来所以我们今年的主题就用
好有爱跟好运这个角度。那好运它有一个谐音，就是一个运气的运嘛，也是好运。那我们顾名思义就是提倡每个人就是增产报国。哦，所以今年我们的海洋老鹰嘉年华每一个都怀孕。好运豹、好运鹰，还有好运曼波鱼，5大全新好运海洋吉祥物都在孕育雏形。嘉年华工作坊现在如火如荼的在进行中哈，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加入我们嘉年华的行列。海洋老鹰嘉年华主要推手蔡秋玲投入超过12年，号召社区一起参与，活络地方与在地连结。今年的主题围绕有爱城市，还特地打造了海豚专车，让市政朋友也能参与游行。我们鼓励他们走出这个他们的世界，然后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嘉年华游行，城市有爱，好运到我们是用这样的主题来呈现我们今年的嘉年华游行。来自巴厘岛的艺术家瓦样也参与多年，感受基隆海洋城市的魅力，邀请大家 Welcome to Eagle Carnival in Keelung。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到工作坊一起参与制作，一起参与海洋老鹰嘉年华。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接下来要带您到世界客家博览会的现场，不仅能够参观各个展览特展，桃园市政府文化局也在青埔主展区的户外园区安排了各式艺术装置来串联集结3个站点。白天有地景艺术好看，晚上则变身艺术光廊道，日夜各有不同的风貌。来到世界客家博览会青埔主展区，不仅能参观台湾馆和世界馆2大主展馆，桃园市府文化局也在户外园区安排各式艺术装置，串联集结 A17 到 A19 站之间的廊带，而且白天与黑夜还各有不同风貌，值得欣赏。首先在白天，民众可欣赏到今年桃园地景艺术节的11件大型艺术装置，文化局长也介绍其中的亮点作品，结合了客家元素与国内外多位艺术家的巧思设计，希望带给民众不同的惊喜。美国国际非常知名的潮流艺术家Steve Harrington 他的作品那他的这个最代表性的这个 IP 叫做 Melo 这一个狗狗那这只狗狗就坐在我们这公园的土丘上面那么随着风这个吹过来的过程当中，这个狗狗会一直不断的点头，手里拿着我们的这个鲁冰花跟所有的这个来往的这些民众游客来打招呼这个老街溪旁边我们有一件最大的作品是范承宗老师这艺术家范承宗，他是我们客籍的有名的艺术家，他这个作品叫做在伞下。范老师他用的这个在伞下意念呢，他就是取这个油纸伞的概念油纸伞的这个外观跟骨架，然后呢把3个这个骨架伞面共同集结成一个立体的这个构造，也可以走到这个作品里面，它是开放的空间，里面有绿植，那它非常适合朋友去坐在里面聊聊天拍照打卡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景艺术融合的一个作品。而到了夜晚，原本平凡无奇的人行道将摇身一变成为艺术光廊道，沿着掐西路往老街溪方向走，欣赏沿途美丽灯海。无论是青塘园畔的萤火虫点点灯火，还是老街溪旁的竹笋灯，又或是整面客家油纸伞灯墙，都十分吸睛。还有部分地景艺术装置也在夜晚打灯下展现不同的风貌。文化局长也推荐大家在逛完展后留下来散步，欣赏美丽光廊道。晚上7点之后可以很悠闲的去逛这整个恰西路以及青塘园以及老街溪河畔都有非常漂亮的这个造景，它可以去逛逛这个紫藤花海上面有很可爱的这个透光的蝴蝶，它可以在恰西路上看到我们一样油纸伞造型的这个装置艺术这个延长有大概10几公尺，都非常的漂亮。白天看完我们的世科博的台湾馆、世界馆之后，可以在旁边周边悠闲的这个吃点东西之后呢，那么慢慢的看个光雕环的投影，然后慢慢的沿着恰西路逐步散步走，可以一路走到这个高铁站去，再从那个地方去搭车回家还来得及这外县市的朋友不用急着好像看完台湾馆、世界馆的展览就急着赶快去搭接驳车，急着赶快去赶这个机捷要离开，不用，大家可以悠闲的再多停留1-2个小时，慢慢认识我们桃园的地景
认识我们的皮塘，认识我们的母亲河老街溪，认识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艺术光环境。不过，自从8月11号史克博开展以来，陆续也传出部分装置艺术疑似被人为破坏或偷走。文化局除了增设告示牌，也委请厂商每天晚上定时巡检，补上缺损的灯光装置。局长也呼吁大家要爱惜公物，才能让更多人欣赏到美丽的公共艺术。每天都要设专门的巡检人员去巡检，巡检完之后就有一组这个工班呢，不断的去做调整，去修缮、去处理因为片区真的很大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除了可能是因为天候因素啦、风大啦或者下雨而造成的某一些小损坏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个可能是太可爱了，油纸伞造型的灯等等都常常就会这个演出失踪记啦所以我们要呼吁所有的这个民众朋友那我们这个很精心的准备这么好的这个光环境，我们希望分享给更多人都能够来看到所以呢，喜爱它呢，我们就拍拍照、拍拍影片分享出去那尽量呢不要把它带走。另外，户外除了公共艺术装置，还有多座市集以及官方纪念品店，提供民众逛街购买客家美食或客家庄纪念小物的机会。天光舞台也将会在周末带来许多精彩演出，而每天晚上7点开始，还有2大精彩光雕秀。文化局期盼借由园区日夜不同的美丽风貌，让民众不只是在展场内吸收新知，也可以来到户外感受艺术之美。记者刘伟婷台湾报道。台北市南港区拥有许多好玩的儿童游戏场，其中东洋公园8米高的魔王塔挑战十足。小朋友想要溜6米高的溜滑梯前，还得过好几道难易不同的关卡。现在就透过镜头带您一起来体验。从6米高蜿蜒的溜滑梯溜下来，过程相当刺激。这里是台北市南港区东洋公园的8米高魔王塔。被称作魔王塔是有原因的，因为小朋友要到最上层玩溜滑梯前，还得手脚并用的通过星际穿越墙、夏绿蒂的网、飞碟爬升区及魔王攀岩墙等关卡。我们将整个游戏场，它可以会训练到小孩子的一些肢体发展的一些元素，全部融合在一个我们的东洋的魔王塔里面。那这边是一个8公尺的魔王塔，那它的那个滑道有6公尺高。那小孩子如果要上去溜这个溜滑梯的话，它中间有5道关卡，那每一道都可以训练他的那个肢体平衡啊，或是他那个手脚的那个协调。对，那他一关一关爬上去之后呢，然后再从那个6公尺高的那个溜滑梯上面溜下来。这样子，那我们主要就是在这个比较场地有限的一个空间里，游戏场里面，我们希望可以整合许多的那个游戏的元素，那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比较有高度的，就是有纵深的一个那个魔王塔，让小孩子可以在里面尽情的畅游。这样有特色的魔王塔也吸引许多家长带着小朋友来体验，连外县市民众都慕名而来，直说对小朋友很有挑战性。觉得它造型比较特别。这比较特别，对，然后有点挑战性，对，他说他们要看这个玩这个，我说好啊，可以啊，就这样。小朋友最喜欢的还是6米高的溜滑梯，不过过程中的爬绳、攀墙关卡也很受欢迎。那个超大的溜滑梯，为什么？因为它会从一直转它下来。中间过程会不会很困难？爬来爬去有点。最喜欢哪一个项目？中间，因为呢，中间的也很有挑战性。那溜滑梯呢？也很好玩。不止好玩，在挑战过程中，大小朋友更能学习互助合作，寓教于乐，收获满满。其实，在这个游戏场里面，还可以跟其他的小朋友做一些互动。那有一些比较大的哥哥姐姐就会像我小孩子，如果某一关如果可能比较爬不上去，爬到那边没力了，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他们就会拉他一把。对，那其实在这当中，其实就是一个互动啦，就是大朋友和小朋友之间的一个互动。其实这就是一种社会相处的模式。而在中信园区旁，以丛林为设计概念的3重世贸公园也很受大小朋友喜爱，尤其这座摆荡绳索是现场人气最高的游具。因为3重世贸公园在接近那个中信园区那边，那其实那个假日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去那边游玩。那个摆荡绳索上面，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小孩子
就站在上面就尽情的做一个摆荡。那这算是我们南港区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游戏设施。除了东洋公园与三重世贸公园，在南港区还有以三铁共构为发想，设计出飞天火车的南星公园，以及采用东北角叠山地形为基盘设计儿童游戏场的新兴公园，也各具特色，好玩又好拍。欢迎家长带着小朋友一一前往体验，享受美好的亲子时光。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高雄市道工处近期陆续开启新的护栏设置工程，不止引导通行，也可以有效的减少事故发生，让行人更能够安全的过马路，摆脱行人地狱的污名。行人道旁边怎么会有个长得不一样的护栏？高雄市养工处日前为了有效分隔车流和行人，在苓雅区海边路和新田路口旁的人行道上设置了简约美观的护栏，期盼提升路口的通行安全，让来台游玩的日本旅客也比起拇指大赞，这样比较安全。日本ではなんかこの車と歩行者との間に柵があるのは普通なので、台湾も安全面としてこういうのがあったらいいと思います。除了新田路口的人行道以外，大顺路以及顶山街也借由装设防撞杆，让行人在用路时可以更显目，也加倍安心。高雄市顶山街呢，因为轻轨施工，出现了市民必须与车争道，甚至需要贴着墙才能行走的现象。经过当地里长的大力争取呢，才划设了新的行人专用道，而近期呢，也争取装设了防撞杆，努力让行人地狱成为过去式。2-3周前就完成了架设这样子，然后其实也有很多里民就马上有告诉我说，这样子车道跟人行道变成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区隔，那这样子行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就是感觉到比较安全。那其实我们的高雄牧场在这里，那也有其他的消费者，他们要进入到高雄牧场的时候，也有一个很明确的可以走的行动空间。在我们这个防撞杆就是装设之后啊，我们也发现到了一个这状况，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人跟车就有效的明确的分离。我们原来还会有一些摩托车或者是汽车会压到这个人行道上面去，但是在这个防撞杆设立之后，就是人行道跟汽车道它是明显的区隔出来。为保障用路人安全，护栏与防撞杆的围设，除了可以避免行人随意穿越道路，达到间接引导通行的效果，更能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的可能性。而行人在过马路时，也应遵守交通法规，切勿任意穿越道路，一同来打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记者李嘉龙、许瑜谦高雄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台南市5星级大园皇冠假日酒店开业以来，积极和大专院校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在迎接6周年之际，特别和长荣大学签署产学合作意向书，同时推出第一支有水溶性膳食纤维的 IPA 精酿啤酒。除了有特殊的口味，瓶身的设计还融入了剑狮、古堡等安平的历史文化，取名丰收，令人印象深刻。大园皇冠假日酒店迎接开业6周年这一刻，借重长荣大学的研发技术，打造第一支以酒店为品牌的精酿啤酒。20号，酒店总经理和长荣大学副校长代表双方团队正式签署产学合作意向书，希望在人才交流和产品开发等多方创造双赢。同时，会中也将这支双方合作所诞生最有代表性的精酿啤酒正式上市，促进产学之间的这个更深度的合作。那其实在此之外，除了提高服务品质，我们更想要做到的是扩大学生实习跟就业的机会，然后推动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跟我们大园饭店合作，就是一起用这个丰收 IPA 这支啤酒，那喝起来它有一点点热带的这种水果的风味的这样的一个口感，而且是有啤酒花多层次的这种那个香味。
这支精酿啤酒特殊的风味以及添加水溶性膳食纤维的优势，除了打算进军国际参赛，瓶身的设计融入剑狮、古堡以及兰花等台南安平的历史文化和生态产业，更是相当亮眼吸睛，成为行销安平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它是把安平或者是台南的一些元素放在里头，比如说安平古堡，比如说它的筷子是安平是一个台南是一个美食之都，然后呢也把安平湖还有把安平的夕照夕阳也都放在这个图腾上面，希望来呈现台南跟安平一个最好的一个元素，然后未来也希望它成为一个伴手礼。结合学校的研发技术和酒店的品牌精神，取名丰收的精酿啤酒，除了邀请民众来品尝滋味，同时借此分享安平之美。记者顾文吉台南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嘉新闻，也欢迎您到中嘉新闻的脸书及 YouTube 按赞，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蔡小君，祝您一切平安，我们再会。